菩萨贴身赐福。侬啊，讲来讲去又讲到个上头去了。遇到是儿孙自有儿孙福，何须父母太劳碌？儿子不肯娶娘子，又何里来个孙子？我看侬啊，不要多操这份心嘞。老爷，遇到是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，如今文君已长大成人，还没成婚，叫我做娘的哪能放心的我哟？好，要管侬去管，我啊，嘿嘿，清早起来坐一壶，饭来举杯酒落肚，饭饱酒醉落无忧，当当葫芦当三锅。侬看，这死老头子，屋里向的事体都不管个啦。不晓得啥辰光，我也能抱抱孙子哟。听着来讲好啊，孙子，我愿把老子愿儿子不肯娶妻子，妻子不娶没孙子，哎呀没孙子，哎呀。孙子们真是要想疯了啊！哎，老爷，难道侬就不想啊？想，想。哎，我可不像侬哦，一年到夜过了嘴巴上。老爷，我看啊，文君的婚事嘛，也该办了。侬讲了算数。本人啊，叫侬阿哥来啊。刘大娘，今朝侬抱孙子送给我一篮子红蛋，到辰光我抱孙子啊，就送给侬2篮子红蛋。我啊，抱起我个宝贝孙子，听东家夸我好福气，听西家夸我福气好。老太婆，当心篮子落地，我个韭菜要好痛哉！哥哥，快来呀！
中所动。儿子啊，叫侬出来不是别个事体，方才我同侬阿爸爹商量过了，选过黄道吉日，为侬与肉真成婚，不晓得侬的意思哪能？母亲，如今孩儿正一心攻夺世俗，求取功名，怎能轻视嘛？我看还是放一放的好。哎，侬讲啥个闲话啦？搿讨老母与取功名都是大事体。自古以来，不是有个歌都是先做官后讨老母的，先讨老母后做官的还不少。侬为啥不听爷娘的闲话，不肯认亲呢？男子汉大丈夫，在爷娘面前与我这块讲来，为啥吞吞吐吐？弟弟母亲实不相瞒，如今孩儿等要真正门亲事，已经预先后悔了。后悔？母亲，想孩儿乃是堂堂在子，若真他恰是相见成故，如今已不可同日而语，这叫做此一时彼一时，看来他与孩儿已经不相配了。啥？哎，侬真是书读得又多，脑子又糊涂，哎，眼睛都要长到头顶上去噻！哎，侬做爷的也讲个几句。哎，侬娘讲得对哦，侬真是书读得越多，脑子嘛越糊涂，眼睛都要长到头顶上去嘞。爹娘啊！孩儿是实在寒窗可来闹，世俗如今前头道，亲戚说啊，前前进，只等那来年今时山上讨，欲要龙恩登何归，冠军立国才当朝，若真他虽说也为人品好，相称女称对分闹配成笑，不得已放举爹娘把婚退，他也好来我也好。哥哥你是理与是闹，见不过若真见情意好，我常是与你做朋友心欢，情愿姑娘做到老。汉君，看出狂野太无理，父母之命怪为傲，当初是侬亲口要，如今太婚不知道，亲口要儿出了，如今心中也懊恼。看人家拖着鳌头把关做，为何已经荣归都荣耀？有的是在向子女配成婚，有的是王家公子驸马早，并非孩儿心高傲，谁望地雷成王高，因此提出配亲事，太亲儿子盼不到，侬要娶王家公子最相遇，不管侬山中老远啥
落烟花容貌，官家女贵贱原是难相配，侬不要胡思乱想情烦恼。我说你是杨进来那样挑，到头来一定要光棍做到老，他是官目的意，情愿光棍做到老。我是怕是多美梦，侬做儿不知尽孝道。你是需要三思忖，此心一句难给了。我这里一人难免三伤悲。坏事一日八日了。分居。唉，这真是儿大不由娘哦。哼，今朝我娶来个二大姨娘，走来，马上去京城媒婆，选个王道吉日，为侬哥哥与女真成亲。娘，这行吗？信还得信，不信还得信。哥哥是的呀，我是当庭贼，快起来！哦，老太婆，这个事体啥？挺浓的。嘿嘿，哥哥孙子啊，我是保庭贼。哈哈哈哈哈！
人在毛不扬，挂肩扫坟的陈姑娘，我啥得罪凌云子，同了此宵须难当。如今是莫名难为强背堂，强扎的瓜儿也不香。问君我当庭之言不同房，挂名夫妻做一场，幸福在意相思难。我还是失望之中脱魂难放。我就是这个之一。堂前新婚喜洋洋，我在郎君身同青梅竹马同长堂，今生是情深意浓，配鸳鸯。虽算是有年十三亲爹娘，喜的是此情的配是一郎。牛真我从此了强心头冤，太冤夫妻恩爱把绵长。哥哥，万岁呀！哥哥，今日哥哥做新郎，为何我是才失望？娘嫂嫂冷冷清清曾为过，孤灯倒影在同房。你应该花花为尊同房去，在晚上。
有出此言？看你不出，倒外很懂得舞蹈。官臣官人，你难听死了！我虽在前头是树林里上，做媳妇其中堂里言知道，今从空洞爱丈夫，不少相思修好，有真茶语太满词，万让官神动自强。这些为人之道，本来是应该知道的嘛。家务事为妻妻妾能做到，黎明节气情当少。放说这不此虚话，谁一做8万少？只要夫妻空恩爱，牛真我不知心无劳。这些土人你多为，我是亲见多知道。如今我10年寒窗苦工作，得中高官是预料，这些事至于家人子女来时后，或许你来把心操。这真是苍天不负有心人，也是为妻奉问好。为官的妻子是官夫人，好啊，官人倘是为官，那为妻我当算却是官夫成了。我问你官夫人的模样有几条？什么？做官夫人还要有模样？当然要有模样了，你且听官夫人都用药，二代之光花枝俏，只说他的为应对，永永文雅你恰是个相见女，古来寡闻见识少，只知道在一桌花为妙，泡米披萨8万少，一当我把高官夫你兄你的媳妇嫂，官来官话是常事，规劝相为才一道，看人家夫人都是千金玉。
你我又怎么样？文在浅薄，貌翠绿，等他当起步要被官场下。我看你哪有一点夫人样，带着金子日去到。常言道，生非生儿之子，不为的事，我也能圆满。死了，官都难听。称兄妹，什么称兄妹？官生，你变了，你还记得当年之事么？为谁往事心结烫？10年前转结深情结
你呀，朝夕相知心里藏。心心相印是约定，上上去对父母讲，父母做主听了亲，亲家乡为在心堂。我汗水得笑，到后院你泪影之下吐衷肠。曾记得你父平常米儿记，再三安慰来满眶。你说他对我肉真好意思，富贵绝不弃糟糠。从此我心里原味，终身相托是一郎。盼啊盼，盼到同文化作业，总以为学下成绩话更长。这次望父亲定远望，想不到顷刻之间。
妇像石榴树，我家的媳妇是苦是根，越是越想越呀气恼，叫出媳妇训一呀等。方才手房磨坊多一找遍，肉真连个影子也没看见，说不定逃到书房偷懒。我来看看看。哎呦，这死老头吓了娘一大跳。那侬嫂嫂到啥地方去了？嫂嫂刚才在这里打扫书房，现在嘛就姑姑烧点心去了。你找她做啥呀？我看伊偷懒不偷懒？娘，你是到哪里去了？比起嫂嫂实在呀，才得自来气得早，里里外外多操劳。嫂嫂她天天从里面走到外面，又从外面走到里面，整夜小睡多了。可是姑姑一定对她总是看不顺眼，因我快啊，这样的嫂嫂世界呀少。好在好在，不要侬来多嘴，不要讲侬哥哥看到伊不欢喜，我也越看越懊恼。哎，儿子们不为啥，一日到夜一副哭丧的面孔，搿份人家要被哭多少载？娘好了，不要听侬嫂嫂讲好话来。那侬嫂嫂哪能还不回来呀？哎呀，娘，你不要把嫂嫂当出气筒了。走，我陪你到外面散散心吧。走吧，走吧。
面天气寒冷，还需多加衣裳才是。哎，我又不是3岁孩童，也能不知饥寒，要你来啰嗦些什么？官上好了好了，同房之夜早就欲话在先，你我乃是寡民夫妻，何用官人教得这样轻易，真是虚情假意。虚情假意，我的官上把义把从，用心侍奉，冤家对我冷杀冰上，把破灵送，还是我虚情假意，娘，世事委屈谁去？叫女儿后此去说。婆婆是抱生心切讨媳妇，那冤家是自告欺阳帮无情，长夜讨人做人万能保度。冷言冷语，痴心结。想我本是官家女，13爹娘实可怜，你母虽算待我好，家子女难再现，爹娘你们自己才何妨，女儿是你来管土里怎么，你还在这里？啊呀呀呀呀呀呀！我的私本要你来理他责任，出水出家的，岂不要弄坏了我的私本啊？官人为妻虽算无知，却也知道这经书乃是托书生的至宝。可世上也有人托
讥笑我嘛？哼，像我满腹惊人，才华出众，到时候我朝问君啊！而他金花身穿紫袍，且不配用威风凛凛的唐元宗。难道你尽可以听从？哎，我大不忠，才难忠。我夸你说出话来相称，红布是有冲天子，夜恰这是好草风，像我是清风清草一梦尘，江龙要成清水自今靠近一江道，我要进京把主公，需要啰嗦夸为王。谭东，原我居在堂府的私房中，不是个婆婆计划弄，父母同看二人龙，弄堂早已私房来，还已分心哪有弄功？身边那亲妹也应该是夫妻恩爱在我房中，阿七。回来，不怪我丈夫不喜欢，只怪侬怪家轻佻不问忠操，家属来有名分，今老姐姐好家风，难道是家务要我婆婆做，媳妇要我来侍奉？夸大磨旁去抬磨，居在堂府理不通。母亲，儿子啊，只怪祖娘当初不听侬的闲话，真是气死做你。哎呦，那么阿弥陀佛。儿见过母亲。儿子啊，不在死亡道士到厅堂做啥啦？母亲考其实情，儿去见家李仁兄家中，当听他几日启程，以便一起上京观考。好啊，那么侬快去快回。儿真明。菩萨菩萨，观世音菩萨，侬大慈大悲，普度众生，求侬多多保佑，保佑我儿子高官得中，保佑我家媳妇早生贵子。老师我一片诚心去菩萨，儿媳妇的亲人吧，三生余荫送子来，此际是一路开花，富士气场福气好，落落大用龙门夸，悄悄玲珑身子乖呀，把面微风儿分发呀，就用
亲家母，你好啊！好是好，就是身子还没跑。亲家母，侬坐，谢坐。亲家母，你天到晚都烧香念佛。唉，王法是为了侬个好阿暖，过门一年中，还没叫我生个白白胖胖的孙子呢。宝宝，请用莲子汤。侬娘来啦！女儿，母亲，女儿，女儿，你怎么变成这副模样？亲家母，侬是不是刚外吵架，亏待侬个阿孬啦？亲家母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这怪侬个阿孬肚皮发胀气，侬自家好好问问侬个阿孬去。女儿，这是为什么？为什么呀？娘，为什么你用眼小手莫扬面？亲家母话中大事是啥道理？为娘今日来告你，其中也有这江西。母亲，娘，妙正一切皆是意，娘亲虽要多催你，娘啊娘，女儿不催，你身边多多保重面面。为何你话中悲戚？莫非公婆亏待你？女儿嘛，女婿本是道士人，想必是通情达理爱娇气。娘啊娘，公婆待我是情深，夫妻恩爱甜丝绵。问君他不认夫妻会，望他长远能接地，女儿也好想用话为娘老来讨讨你。要真才求冤情，娘亲至今梦不
不起付款为可怜我肉真要受伤重气，只怪自己命不济，一腔苦水。小特生自此努力，你万岁为娘为家去吧，娘，为家要陪生非你，女子多言。还我何事？我有话来问你，我女儿有哪些不是，你就这样亏待于她？不亏待于她，我一不当她，二不骂她，你说我亏待她什么？娘，你这样怎么语不失了？既然已经成婚，夫妻为何不懂亡命？你这贱人，竟把王中之事对你母亲也讲，毫不知羞耻。难道我的委屈连娘亲都不能讲吗？讲了与何用？常言道，清官难断家务事，难道是我要叫你娘来伸冤？夫人，你可记得当初要娶我女儿进我的时候吗？如今他已不配做
了。好，今天既然日意挑明，委求你把他带回去吧。你这个歪为你的小畜生！亲下官李国伟当生一女，8岁13，自今杳无音讯，生死不明。思想起来，怎不叫人伤心呐？10年来，新边金山湖远水，音信千夫去四方。去金中举，也从西愁草。
心断情。
去啊！多谢大人相劝，女儿，我们回家去吧。家园才吩咐传家，准备开船。是。啊，老爷，刚才在这里发生了什么事呀？刚才有位姑娘，听说是夫妻不和，婆媳反目，到此投家。被我劝解了一番，跟随他母亲回家去了。啊，倒是好事一桩。啊，老爷，你为我叹气。同生，刚才这位姑娘，因此我就想起舍山的女儿来了。老爷，你不要多思多想，伤娃身体。我俩还是为孙草隐居结门去吧。老爷夫人慢走，没想何事？老爷夫人呐，那姑娘10年前失身的娘，听声是与小姐正好相仿，为不为离别女，来到跟前过不去，问他来问过端详。聪明女小妹小，年女色到无心肠。我已是行走10年无音信，何必多问天地上。夫人没想色的有理，混分不法，家园哎。说起这位刚才那母女二人，却是老夫叫他们抓来与娃相分事。梅香，你这个丫头真是多灾，天下哪有这样的巧事？你呀，真是多少老爷上怪我。夫人，老爷不问也是上官，要是问过，真是小姐，岂不是一件天大的喜事嘛？老爷，他们母女来了。大人，不知唤我母女前来为了何事？妈妈，刚才听这位姑娘言讨，她是10年前舍山亲生父母，莫非她不是你的亲生？她乃是我的义女，10年前是我将她带回家中抚养大的。妈妈救生之位，老夫钦佩之至。大人过奖了。这位姑娘，大人，姓甚名谁？我姓李，名叫玉珍，哪里人士？河南洛阳人士。那你可还记得你亲生父母的姓名吗？姑娘，你快说呀！我弟弟他叫李国伟。我女儿身上还有一颗红字。大人，请看。这是什么？你须是我的亲儿女儿。你们却是我的亲生
儿曾梦里相聚，今日重逢恩义后，大恩大德难以报。夫人言重呀，如今你们国事团聚，我怎也有了插队之事。我一朝生银子落心头，女儿，我要回家去了。娘，女儿不上你走。亲生父母要去世，女儿却不把你母对。什么万事要我
去，莫非他就是李长史的千金么？小姐，今夜月色多好，你又不在月下不见一番，倒也是的。梅香去见是何事？哎呀！小姐外外不见，正是为能文能武的归国千金啊！小姐，宝剑去来了。忙想起恩师陈大人。
了。女儿喜从何来？女儿啊，我听家园喜讯啊报，与为大人请来到，要替你女来设亲，设暖家才有高升冒一行。我也曾说过花花桥，我也曾甜酸苦辣都尝到，一生做成千古恨，直到如今恨未了。婚姻它是我在地，我不愿一错再错，苦啊是女儿郎，满心中思念换了心，难怪你女要气恼。人世间并非个个都无情，言语话来言语好。原来是这个畜生，想不到他中了个金子，如今千挑万挑，还是挑到我女儿身上。女儿万万不能嫁给这个畜生。老爸，依我看，这倒是小姐她报仇雪恨的机会来了。没想何出此言？他当初怎么样对待小姐，小姐你呀，现在去怎么去对待他？对，是要出这口怨气。正是，一路有相逢，冤家是来退，一包还一包，好戏完成。跳进都三年，草东冠军，更喜那城隍军，红香天人，长青花就分女，终身他是。
女儿的终身大事嘛，你也该多多操心才是呀。夫人，老夫正要与你商议此事，既有革命今日，杨梅前来设亲，只怕女儿不依，你看是否？女儿亲事未定，父母怎能安心？这件事嘛，还是老爷你来做主的吧。哎呀，夫人啊！女儿的婚事须谨慎，再不能错配父亲臣。大龄的今日正少年，才貌尚浅，曾相称恩。大龄的今日虽算好，未必中女儿心。若真背起3年来历，是不愿再嫁人。女儿见过弟弟母亲。女儿少礼，快快坐下。谢弟弟母亲。妈妈和女儿来得正好，快快，老爷有话要讲。女儿，今日你母亲与你一母多才，总不能耽误你的婚事，耽误你的前程，因此想与他家一起商议商议。啊，弟弟母亲，女儿早就说过，今生今世再也不将生了。女儿休要啼哭，有什么为难之事，只管对你父母讲来。弟弟母亲啊，提起往事来伤痕，难为爹娘为儿愁，错身月老等来。怎么，女儿已经是逃了？你母已对我深怨，提起格林草今日，小妹想问过他家小丫头，听说一是无心慌，逼得娘子大将那个林这个曹金氏，他也是个违心之人。老爷，女儿千万别嫁进这个违心海，再吃苦受难啊！事情当然凑巧，过去那个不也是姓曹，如今这个金丝公也姓曹。老爷，从今以后，女儿的亲事还是姓曹的一概为结。哎，依我看啊，天下姓曹的并非个个都是坏的，只是不要嫁给隔壁那个姓赵的金氏，也就是了。恰是为何？小姐，你觉得老爷夫人真是了吧？啊，弟弟母亲，隔邻的那个曹金氏，却是妻离女儿的那个冤家。原来却是他。老爷，你可要为女儿做主呀！母亲。这个畜生，他把女儿气说成这个样子，我岂肯饶他？不过上帝圣言，孰能无辜？常言道，男子为后金不换。倘若这个畜生知道悔改，倒应该相应才是。我是有旨意，家园才。那我明天到陈大人府上一趟，
请他立即传言曹进士即刻学来我府，老夫与王商谈。是。弟弟，你可要为女儿做主啊！女儿不要悲伤，等那进士公上门打卡之时，你有气出气，有怨生怨，只有为吾替你做主。没想快被小姐为旁去吧。是母亲，女儿，去吧，去吧。妈妈，想那畜生即刻别来，我们还是暂且回避才是。此次老身告退了。妈妈，请。当年拒婚的是他，如今求婚的也是他。这个自高自大的他才子哟，老夫今天倒要为他。禀老爷，曹进士到，快快有请。是，有请曹进士。万圣曹文君见过李大臣，请从。谢从。实在陈大人传言，是李大人有事相告，故而冒昧登府，不知李大人有何见教？说是陈大人曾来别省，言及曹进士养他前来设亲，要与我女儿匹配良缘，可以试试。万圣却有此意，冒昧之至，真妄真空。听说曹进士才有高深，不过通经，才归乡，万事过他才自由。不过，今日亲见进士，故算是商业应景，才貌上前，老夫喜爱得很呐。不过我女儿过去曾受过一位大才子的领赏，不愿再嫁。要是进士公真心狭爱小女，切请或许能关动于他。我看这样吧，许上你见见我的女儿，与娃你自己去讲吧。多谢李大臣。此次请进士公稍待片刻，得老夫唤女儿出来。有劳大臣。不知小姐可否喜爱我啊？小姐最好。小姐来了。小生曹文君见过小姐，免礼请从。呀，这位小姐怎么与我忘妻虐贞，如此相像啊？想得很，想得很啊！容貌虽然很相像，常见喜欢中两样。
成什么嘛？你真是鬼神多忘事，怎么连你的妹妹都认不出来了？妹妹3年前，你不是要我做你的妹妹吗？你是要带我去？谁是你的妻子？你没有死，你怪我啥？啊呀呀呀呀！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啊？莫非我是在做梦吗？3年前，我这个陈姑娘陪你这个大崽子气说得痛不欲生，投江死情。一律亲生父母相聚，才成了今天的上述千金。怎么你不厌弃我了？想不到我今日要娶的小姐，就是我昔年抛弃的娘子。娘子，金子公，我怕你失话看官，特地为你泡了一杯茶来。大姐休要耻笑。娘子，请用茶。娘子，请用茶。方才坐上。娘子，拉拉扯扯，称呼体统。你可知男女谁谁不亲？男女谁谁不亲？娘子，你我本是夫妻，何出此言？看你不出，倒还很懂得做丈夫的道理。娘子，谁是你的娘子？兄妹。娘子，娘子的难听死了，我的妻。娘子，娘子。
同门后上做3年的哀怨诉不尽，我年龄要比后娃再多，娘亲逼我从娶亲，我岂能不孝为老母？想不到中娶媳妇是母亲，恰是妻人恰巧同。娘子你人好心好语好报，却如从母亲父母，如今你又能问来又能无事，居高压胜过我，早知今日悔当初，爱你爱其受苦，今日为今来亲。从远父亲人言人语人相配，是今你低声下气爱娶我，说什么四句高雅胜过母，貌似月宫美长我。我本是少茶作为女村姑，相貌翠绿成粗鲁，我没有知书达理，夫人样不配做那高官妇。三算数在未相见，若真万事喜着我，才知今日来我府，一定已把高官做。你那里朝阳名梦都用了，我该向你来做后。我才知长远间的高官做，我才知早去过事业美教我，才知你先生威风前扫地，翻来苦苦爱娶我看你哪有一点暖儿气，早早今子是清楚。娘子啊，往事虚的我自从，要想想13年前青梅竹马两夫妻，宽宏大量原谅我。是今日才知有的走马行，曾记得同往之言我的歌，你实是童年只是游戏，是游戏，是今受当风采过。不管娘子难原谅，恨自己才大度，我如何面目我才是我想想还是去的苦啊！不要对我
问君一声何足惜？娘子你要做寡妇，做寡妇有妨，我已做了3年多。娘子啊，夫妻终于夫妻情，夫妻已经兄妹中。我的好夫人你的面目光景啊娘子啊，你何必来挖苦啊我？从前怪我太骄傲，夸你不起是我错。同房先来招呼我，敬我常夫人你不错，你来招呼我不是人上冰上是我错。趁你到场，你迎啊赴讨，太傅有理是你不错，相助到来我不受，不是里头是我错。唯一当年做马经，情真一直你不从，挂名夫妻埋父母，该称兄妹是我错。我迷途能自反，为求受可是你不从，因人不仁我不受，父亲父义是我错。上京官靠你配营长，夫妻你总是你不从，娘亲常讲你领错，害你投江是我错。从前只是你呀都在，是我作孽是我错。我眼睛怕侬眼睛错，我嘴巴骂侬是嘴巴错，我耳朵发喷听好啊，哎呀两只耳朵越错。从前是欠贷房贷是你贷，欠错房错是我错。
能从愿，只要你我夫妻后，你打我骂我心怀怨，从此做个丈夫。今世未能终亏手，难道是家国偿父报是我？请问娘子第三章，为心的汉子，我家公子一